呢個呢就係主要都係個 hip 同埋個腳背嚇，係啦。相反手呢就圈相反嘅腳背，即係而家呢係右手圈左腳背啦，一路圈實佢擺喺個手教嘅位置，然後呢就一路向前爬到呢你另一邊面同埋個膊頭，成條手臂貼晒落地下。隔離嗰隻仍然係90度㗎嚇，嗰個手係 Chaturanga 手圈住個腳掌嘅，可以要穩定到先至提起前邊嗰條腿啦。呢個係平衡加核心啦。hold 住嘅時候要呼吸，擺低之後呢，還原咗，做個基本嘅練習，就係要拉腳背，同埋要練你嗰個 hip， 即係個髖關節。試下半蓮花腳，就係將一隻腳向後，一隻腳 M 字，一隻腳就係蓮花腳。半個 M 字就係內旋你個髖關節啦。多啲練習咗呢一個半蓮花腳，然後就可以事半功倍啦。喜歡嘅就 like。